欢迎大家收听《阅闻其详》。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聊一篇社论。这篇社论的作者是林文焕老师，我觉得他的标题就非常有感。标题是"我是客家人，但我不会讲客家话。你是欧欧人，你会说欧欧话吗？"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自己讲过，或者至少听身边的朋友讲过。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一起来拆解一下，作者是怎么从这句话去看见一个更大的关于我们这个时代身份认同的样貌。对，这篇文章的切入点真的非常巧妙，他用一个可以说是很多人共同的生命经验，就打开了一个很大的议题。这句话里面其实藏着一种很难说清楚的失落感，然后作者就是从这里开始带我们一步一步往下看。没错，那我们就从头开始吧。文章一开头那句"我是客家人，但我不会讲客家话"，哇，那个冲击力真的很强。作者说他在台北读书的时候，这句话他听到耳朵都要长茧。我读到这里就在想，这个场景好像真的大部分都发生在都市里。你点出一个关键了。作者很快就发现，这不是什么巧合，而是一个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在像双北这样的大都会。他用了一个词，我觉得用的真好，叫做都市化与现代化的巨轮。巨轮，对，在这个巨轮底下，为了沟通效率，为了方便，大家会很自然地趋向使用那个最强势的共同语言。所以并不是说母语本身不好，不是，而是在那个环境下，它好像变得不够方便。就是这个意思。作者形容那种感觉叫收敛与隐没，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它不是一个很激烈的命令，说你不准讲，而是环境让你慢慢的自己选择不讲。它里面提到一个情绪转折，我觉得描写的超好，就是在异乡遇到同乡，本来很开心，对，他乡遇故知嘛。结果对方下一句冒出来，可是我不会讲客家话，那个喜悦瞬间就变得很尴尬，甚至有点心酸。对，那种心情真的很复杂，苦笑也不是，心痛也不是。而且这个观察还点出了一个世代之间的断裂。他说他看看自己身边跟他同龄的中年朋友，能够流利讲客家话的已经是屈指可数了。这一点我其实有点惊讶，我本来以为中年这一代应该是传承的桥梁。理论上是，但实际上他们可能刚好是压力最大的那一代。他们成长那个年代，社会变动得很快，可能普遍觉得讲国语才是进步的，才是跟得上时代的啊，有道理。所以当他们这一代都已经出现断层了，那更年轻的世代那个挑战就更大了。作者就举了自己弟妹的例子，说他们虽然耳濡目染，可以听得懂，但生活中几乎完全不实用。这就让我想到，光是听得懂，好像还是不够。没错，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更让人担心的趋势。作者下了这个结论很重，他说的少，用的少，语言就自然淡出生活，久而久之，连记忆也将消散于时间的长河。哇，这是一个会自己加速的循环。语言的生命力在哪里？在使用。一旦它从你每天的对话里面退出，它就没有土壤了。所以说听得懂，表示那个情感连结可能还在，对，但不会说，就表示你已经没有能力把这个文化亲手传下去了。没错，那条线一旦断掉，要再接起来就非常非常难了。所以，当这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时，我们就必须问一个更深的问题：失去母语真的只是不会讲一种话这么简单吗？作者显然不这么认为，他把这个问题从一个技能的流失拉高到了认同的危机。对，我读这篇文章，真正让我眼睛一亮，就是觉得啊哈，就是这个的那个 moment，是他提出来的容器的比喻。那个比喻。对，他说语言不只是沟通工具，它是承载文化与身份的容器。这个比喻真的哇，太精准了。容器这个比喻为什么这么有力？因为它其实碰触到语言学里面一个很核心的概念。简单说就是你用的语言会影响，甚至会塑造你看世界的方式。所以当作者说这个容器破了，你失去的不只是里面的东西，而是那个容器它独特的形状，它独特的材质，那个赋予内容意义的整个结构。
哎，这很有意思。所以您的意思是，有些文化的精髓是没办法被完美的翻译到另一个语言容器里的。几乎可以这么说。比方说台语里面一句辛苦啊，那个体谅、那个关怀，你用国语的辛苦了，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好像少了一点人情味。对不对？又或者很多原住民族语里面，他们对于山、对于河流、对于祖灵的称呼，那背后是一整套的世界观。那些东西的韵味、情感，还有历史的厚度，都嵌在那个母语里面。所以一旦语言消失了，那个独特的容器就没了。我们顶多就是捡起一些碎片，但再也看不到它完整的样子了。哇，这样一讲，我才更深刻的理解作者说的随之而去的是世界观、价值体系、生活智慧与集体记忆。这失去的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太多了。而且作者也马上提醒我们，这不是单一族群的问题哦。对，他这一步棋下得很高明，把整个格局拉开了，文章的说服力就变得很强。他举的那几个例子，你听听看，几乎就是台湾社会的缩影。我记得他说我是排湾族，但我不会讲族语。我是台湾人，但我卖小讲台语。还有我是越南新二代，但不太会讲越南话。对，最后这个例子特别重要。真的，他把新住民的处境也放进这个框架来讨论。没错，这几句话一列出来，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它不再只是客家议题，也不只是原住民议题，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几乎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家共同的焦虑，一个跨族群的普遍现象。对，所以我们就不能再把它当成是别人的事了。我觉得这篇文章最棒的地方是他没有停在感叹，作者花了很大的篇幅在探讨说，那该怎么办？他好像觉得一直怪年轻人不学，或是感叹大环境，其实没什么用。那种规则常常是一种卸责了，所以作者选择把镜头转向内，对着我们这些扮演承先启后角色的中间世代，问了一连串很犀利的问题。没错，那根本像是一场自我拷问。他问说，我们有没有在家里坚持说母语？有没有努力让孩子从小就熟悉自己的语言？还是我们早就对那些扭曲的价值观妥协了？像是说国语比较方便啊，客语不重要啦，甚至怕讲母语会被人笑。这些问题问得很重，对，因为它直接挑战了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里面所做的每一个微小的选择。这也点出了语洋复振最核心的一个矛盾。什么样的矛盾？就是由上而下的政策跟由下而上的家庭实践中间那个巨大的鸿沟啊。政府制定了国家语言发展法，也把母语纳入课纲了。对，那是政策面的努力，但作者似乎也点出，光靠学校是远远不够的。远远不够。如果家庭，如果整个社会的气氛没有跟上，如果我们个人在生活中不做这个选择，那再好的制度效果都很有限。语言的生命不可能只靠一个礼拜1-2堂课来灌溉。那样顶多是把它变成一个学科。没错，而不是活生生的生活。所以作者提出的解方，其实回到一个很朴素的概念，就是使用。对，他说语言不是活在论文或政府报告里面，它是活在厨房、客厅、菜市场、早餐桌上。这个画面感太强了。他这是在强调语言的生活性跟场景性。什么是场景性？就是说，语言一旦脱离了这些充满烟火气的日常场景，它就会变成博物馆里的标本，虽然有价值，但是没有温度。我懂了。所以作者才会把焦点重新拉回到家庭。他觉得家庭才是最自然的学习场域，因为在家里培养出来的那个语感，是任何课堂都给不了的。我完全认同。课堂可以教你文法，教你单字，但是那种近乎直觉的反应，那种在什么情况下该说什么话的智慧，那个一定要在沉浸式的环境里才能内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就算政府投入再多资源，如果每一个家庭在家里都选择了方便，那母语的生命力还是一样会继续流失。文章的后半段，作者的笔触变得非常感性。他分享自己作为客家子弟的感受，说他在苗栗街头听到长辈用客语亲切的问候，心里会有一股说不出的温暖。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语言作为情感连结的功能，在那一刻，它就不再是沟通工具了，它是一种身份的确认，一种回家的感觉。他甚至形容那是一种从骨子里牵动你灵魂的声音。接着，他抛出了一个让我们也让荧幕前的你一起来想象的画面。他问：有一天，当我们的孩子再也听不懂长辈的话，甚至无法和自己的祖父母用一种熟悉的语言沟通，那将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这个提问之所以这么 powerful， 是因为它非常巧妙地把一个很宏大的文化议题转变成一个极度个人、极度亲密的家庭情感问题。对，它不再是抽象的我们要不要保存文化，而是很具体的我能不能跟我阿公阿嬷好好聊天。没错，这个问题的杀伤力很强，它让传承母语的动机从一种文化责任多了一层更温暖、更原始的动力，就是爱。对，就是爱。为了跟我们所爱的人有更深刻的连结，我们可能就愿意多做那么一点点努力。这也让整个议题从脑的层次走到了新的层次。所以文章最后作者的那个行动呼吁就显得非常水到渠成。他先重新定义了语言的价值，说它不是传统的包袱，而是文化的礼物。这个说法很好。然后他用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来敦促大家行动。哦，是什么样的对比？他说，我们不能只在身份证的表格上勾选自己的族群，却不愿意在嘴里说出一句简单的母语。他举例，像是客家话的吃饱蒙，吃饱了吗？我们也不能只在节庆的时候穿上漂亮的族服，平时却一句族语也不说。啊，我懂了，这是在批判一种符号化的认同。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份认同只剩下一些表面的符号，却失去了语言这个最核心的灵魂。那是一种很空洞的、经不起考验的认同。没错，所以他最后就鼓励大家，无论你是哪个族群，就从今天从家里开始多讲几句母语。他那句不要怕讲的不标准，不要怕孩子听不懂，只要开始，语言就会活起来。我觉得给了很多人跨出第一步的勇气。这是一个非常务实而且很温暖的结论。它告诉我们，身份认同不是一个静态的标签，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我们用语言、用行为，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去实践它，去喂养它。作者的最终愿景就是希望我是什么什么人，我会讲什么什么话。这句话能够从少数人的骄傲变成多数人的日常，成为一种深刻的文化自信。今天我们透过李文焕老师这篇社论，从一句很普遍的感慨，一路聊到语言、文化认同，再到最核心的家庭情感。它确实不只是一篇呼吁，更像是一份很温柔的邀请，邀请我们重新拾起那份可能被我们遗忘在角落的珍贵的文化礼物。的确是这样。这篇文章的论述很完整，它聚焦在怎么传承我们既有的母语，这当然非常重要。不过，在深入思考之后，这也引发了我另一个想法，想在最后提出来，让大家也可以一起想一想。哦，请说。这篇社论让我们看到抢救正在流失的语言有多迫切，但我们也可以把视角再往前推一步，在一个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多文化交融的台湾，我们除了努力传承这些旧的母语，我们又该如何创造一个友善的环境，去拥抱和学习那些新的母语呢？新的母语？对，比方说那些来自东南亚或者世界各地的新住民，他们带来的语言。我们要如何让作者笔下那个充满温度的厨房和客厅，不只是一个传承的场域，也能成为一个新生与融合的场域，让家同时成为传承与新生的场域。哇，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继续深思的课题。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哦。